放肆看后上海上宫，有他太假错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係土司中阿中股向下來同後生人打在鼓咯。根據內政部資料顯示咧，2022年全國建築買賣移轉嘅交易量差唔多係31.8萬噸按度，係其中嘅3年喎。韓國咧買屋單搶係第一鋪天然，地半用船來裝潢，用船來改造，將係替麻煩嘅素材。改造家下因為遇到內地困難咧，咁樣了解後生人同大家向下來分享，見心目當中嘅夢幻空間，將相分享。首先，我送給各位阿子怡。大家好，我係會設計汽油漆不變顏嘅阿子怡。哎呦，很香啊！它油漆哦是差不多都2片甜甜。哎呀，係同香嘅啦。等下就來看真件也模樣嘅哈。聽日就送給各位呢家。大家好，我係天初建房最有成發感嘅呢家。有正理好嘛，最有成發感。好，有正理就冇正理，看人咪強樣哈。天生大佬手機都係星嘅。大家好，我係喜歡日本式無印良品風格嘅星嘅。哇，今天穿得很像是不曉得在哪個花彩節會出現。我就落水啊，去做那個蓑衣。水衣，水衣，日本人講嘅。蓑衣嘅代表，天生大佬手機都係假人。大家好，我係動有丈夫經驗嘅假人。當為賣屋、漲屋，然後還有乜嘅屋？重屋，房屋大亨啊！奶水朋友，還有漲屋。奶水啊！呢度這個就係白cam大家好，我喺度中風當到好，完全冇預算限制嘅種白cam有我跟冇安排啦，所以就算貴咪冇貴到冇長期安用啊。它是50坪，這個5坪。嘿，錯。好，楊天好。最美老這個就阿小福。係，大家好，我係由設計來發包設計做監工嘅設計，設計係設計部嘅小福。設計設計嘅部好啲，唔係設計旁順嘅嘢，好啦。設計不用，你啱做咩？咁用咩嚟設計來啊？原來啊，唔過講真嘅，家一開始講到啊，2022年家下歸台灣全台嚇，建築買賣移轉，包含中古屋啊、中古屋，還有嘅新屋咁樣嚇，就31.8萬棟，唔知大家要揀呢其中一曬喎？可能要講到幸福啊，頭人幸福年啊，乜解冇幸福啊，不好笑。沒講呀。係可能有人不只是31.8萬分之一，有人可能是2%、3%，冇停錯嚇。唔過賣屋賣下來過後，海外漲屋啊，海外去裝潢啊，中西都睇，還是可能去安個一個當全面嘅家具家飾中心，叫做 IKEA。IKEA 哦，大家講嘅 IKEA 家下，你睇到哇，我心目當中就是這個樣子，又愛用欣賞嘛之一。頭擺真係稱口哦，IKEA。唔過講到真嘅 IKEA 真嘅應該係大家都一定會用嘅，係個我相信啊，大家不卡一定會有 IKEA 嘅東西，無論係咪細細嘅東西，比如講剪刀，沒算係哦。剪刀哪用去 IKEA 來買？有當然。木頭咩都好用，還有木鏟啊、桌布啊。係，嗰種因為冇人講夾布卡冇 IKEA 嘅東西啦。我其實從我頭擺啊，以前還蠻有不計嘅事，咩都唔夾去學，我就會去想想哦，我自家以後嘅建房就會上來愛用起，因為我頭擺就同學可以在引起很多入夢想思。就是我就非常欣賞入夢想思地位都會卡嚟，佢就係作家嘛，就非常嘅知性，又非常嘅。寫爛人呢？也未重點，因為同好啊，識唔識佢同講啊？希望韓國呢佢又非常嘅卡，非常嘅浪漫，非常嘅感性，嗰陣時我就分享我我未來嘅建房就會長期強用愛用起，變成一隻獨立嘅5星。動強嘅素材。冇錯。哎，除了身高以外，我看不出你兩上有嘛個高級。你除了跟凱莉有身高方面的相近以外，性別沒強用。有看我咩 QQ 一下？好，什麼做得不用下來咧。可以嘛個時間讓我變咗變咗凱莉哈。第一隻老太啊，摸一下就係呢架哈。你真件去到 IKEA 家哈，你會 on Nike。哦，即係有時冇時嘅，真件都係去 IKEA。IKEA 就喺亞布家嘅租下。
因为我同好去个 IKEA 就系儿童区，刚好比如讲好买剑斗啊，相信大家应该都有个 IKEA 那个大狗狗吧？有吧？没应该没大送钱啊。 IKEA 有娃娃区啦，爱单枪给它沙沙听听。好，冇相关，因为头摆嘅时间哦，可能知道哦，佢太嘅有聽過，不過你有聽錯有嘅使用嘅吧？39沒買給什麼？好，總之我就是去那些買那些東西這樣子，因為太嘅嘅啊，使用嘅啊，快給咪給，剛才那個東東嘅殺嘅檢縫，係就像我係後面吼，係講有呀。 我給有生意，就要請一票人來幫我設計。哎，對，這就是我的夢想。你將手帶到 IKEA 下夾，該到底部，你就站度那個展示間，哎，你帶到展示間裡面。培訓的哦。嘿，冇錯，你喺展示間當便利啊，吼，水木嘅細隻，然後基本水兩件，燒咗水雞件，哎，做對啦，還有麵水雞件，總槍做對的吼。還給我真的，嘅白客們自家來到 IKEA 家下，因為係 online，香港人知道啊，了咗條簡單嚟，冇符合嗌。其實我當中意去 on IKEA，我嘅眼睛係因為嘅肉圓真緊好食。肉圓哎，錯，我後來我又發現到，其實啲東西咩算最便宜，所以我去 IKEA 吼，嘅主要目的都係去比價。哦，看人家差唔多貴咗幾多錢以後，再去蝦皮去看看哦，有冇差唔多誒。品質冇強用啊。啲品質未動，未冇硬貨啊。請幫我馬賽克。好啊，我重點係，因為後來啊，像細細家具啊、呀串嘅東西，我喺 IKEA 買，因為譬如講貝殼啊，然後一些豆啊、呀東西，因為嘅蛋糕我人家死哦，按到，因為嘅 IKEA 它有它出產地 Bulgaria。 保加利亞啊！你看，那是澳洲的東西呢。你們家都是東南亞，哎，我也不看澳洲哎。有迷思用來又怎麼樣？又怎麼樣？就是用這個較高尚哈 fashion 的感覺啦，哈 fashion 嘅感覺。假能去 on IKEA 咩？因為 made in Bulgaria。唔係，唔過我係 made in 古家呢，因為我自己家己都會自己做。古家人啊！ 自己唔樣古時候去 IKEA 看家嘅衫。你想 made in cool？ 係做啲 made in cool，啊做啲用埋，做啲好好出。古時候嚟去嘅時候，看家衫件用埋，看有靈感。唔過係當中意買嘅當神奇嘅細細嘅東西，越神奇嘅東西我越好買。比如講，太貴喎。比如講有啲單槍師傅嘅掛鈎。哦，有。就懂神奇，越神奇嘅東西。還有蛋奶嘅掛鈎。係錯，我就會買嘅東西。 哎，就因為你懂奇怪嘛。我就中意奇怪的東西，故說我中意。懂奇怪。兩個意思一起。在一起。好，這樣。我們。天都是大家好嘞，對。來到骨架呢，我們那個揚眉龍潭的情感從此切斷，從此切斷的。我來分享一下這種2023年最新的裝潢嘅風格，睇睇要分咗6項風格。用呢一種其實咩流行清潔，比如講第一種叫檸茶色，睇下佢用那種檸茶色做咗自己屋企嘅裝潢。第二種就係工業風。工業風，有的用運動好用，有時候去咖啡堂，有的會露出那種管線啊，那種金屬啊，這種工業風喲，屋卡都加上有一啲啲嘅工業風，就是動聽。第三種這種對日本來嘅，叫做侘寂風，這種侘寂，有那種禪意的嗰種感覺，用無來代替有，都不卡通，就讀魔啦，係坐神叫用坐禪叫用，哦，再來還有嘅現代風，現代風，還有北歐風，最尾還有極簡風，就是睇下用那種極簡風就會冇錢中風，咩冇錢中風唔講，極簡風可以做到極簡風，喊它當貴哦，真嘅，大極簡啊，大極簡，我極簡風可以做隱藏式誒，你可以來，然後懂槍力很鬆化，全部係系統櫃，係真嘅，唔啲睇下，設計喺裝潢家下，然後哪一種風格？先我老太嚟講下好。我即個係喜歡嗰種日本式嘅無印良品風格，加喺佢少講到，你咪叫日本嘅呢種神法嘅藝術感。唔過又唔可以講聽冷冰冰咧，知道講聽亂來一個聽小東西一樣嘅。古時我好所以榻榻米。唔咩啊，講日本嘅榻榻米，用日本少女嘅梳頭，我哋嘅梳頭嘅顏色係淺色嘅，係樣。
用梳头色。假使唔點嘛，講用無印良品風哦，去無印良品學一擺。學一下啦。如果有人會吃到那種挺爽一發的感覺，有一點太制式化哈。跟小鳳一開始就講到佢馬街時節就自家來做。給他夾風。自家最好嘅風格係馬街。來做黑北歐現代風啦。哎呀，你走到北歐現代風哦，用來做唔得，有時候看咧。因為有充電的啦，因為主要哈就講一個空間不要超過3個色系啦。像北歐現代風基本上已經包含2種色系在裡面了。第一種我有白色做基底嘛，好就會壁過天花板。啊，第二隻就會有木質家具，有梳頭的家具，我愛挑木質家具搭白色系統櫃。好，那你就已經2個色調了嘛。第3個色調就係愛大家空間都會跳一面牆的顏色。好，啊，像剛才講誒，像買嘅講不用夾間風就會挑奶茶色。哦，像躺下就會電視牆挑個莫蘭迪的顏色。像那個周下就會那一面做烤漆玻璃嘛，就做鐵灰色的烤漆玻璃。露出色。露出色沒？鐵灰色。因為大家空間的顏色色系不要超過3種，越簡單越好。你是文青呢？真嘅，像阿小鳳那種設計，其實對人嘅木族。就是你不會覺得是說啊，你用法嘛，該法拉必爆，因為音樂當然見，佢個心情當反。嘛該實就有，你覺得哦天哪 ，Oh my god，你係嘛該空間，還有心什麼超嗰種。加要講到北歐風最基本的，就係講，誒，你用淺色，然後再來係用梳頭，再來還有用那種側紋，韓國都加上一點點的跳色元素，比如我們用抱枕啊，有上什麼有粉色、黃色。因為它最重要的嘛，該點嘛，就福卡家具要留白，不要填滿。當然你福卡總統後以後，咁你就不用一種燈嚟就好。你看唔到壁，你比佢所有的壁吼，碰燈啊、開嘅啦，嘛該佢看唔到壁。切都黏嘅做唔得。要留白啦，古時候都小鳳哥加福卡就搬種作天天，冇爛到燈嚟天天，全部都切一半。切一半，就留啦。有留白啦。佢阿子最好係哪種？其實最好係鄉村風，我其實講到鄉村風。係鄉村姑娘。哎呀，鄉村姑娘就係啊。村姑。咩做得冇要緊，我就會中意鄉村風，因為鄉村風有分動作種，比如講米色嘅、銀色嘅、發色嘅。不過最基本嘅佢哋主要講嘅就係用梳頭為主，無論佢係加起、天眼還係白嘅。一年講呢？也沒重點就係呢，鄉村風就會同愛鄉非常的真誠，佢每貼片衝擊就加工品。你係真嘅好鄉村風啦，鄉村風佢哋雖然講到梳頭，不過佢用嘅梳頭係較甜嘅，每貼片加工嘅，太過修飾的。故所呢，就會俾人吃到，看到就非常的少呢。韓國一隻重點就係佢會用乜嘅咧？日頭照落來嘅供養。會俾你做啊，非常的少呢。無論早晨嘅時節，動作嘅時安排，因為中高緯度地區，佢老埋伏嘅，佢有關。係，老埋伏嘅，佢有關。係啦，中矮伏卡嘅日頭就係照落嚟。咁意思就講矮伏卡現在好，矮日頭照日落。該勞貢獻呢？哎呦，好，通常嚟講到鄉村風，因為我知道嘅時候呢，係你會知道，底下在建築底部度會有嗰種施工嘅密室、施工嘅原面。咩施工嘅密室？夾不卡就係施工啦。大開門就聽到，你還要摸孔。不過呢，就係一種復古嘅感覺。不過講到但按到嘅米色嘅、發色嘅、銀色嘅，我設計最後係乜嘅團款嚟？發色嘅、蕾絲嘅。銀貴咧？冇錯，唔點解？哇！啲都好西式的，陳玉西式。幫忙剪掉，剪掉，不好意思，製作人就我。古時候講到銀色嘅鄉村風，雖然佢們係用梳頭為主啊，不過呢，像銀色嘅鄉村風，佢們搭配動都會非常經典嘅家具，比如講佢會用磚頭，就磚牆啦，還有呢白爐啊，韓國呢就搭配起來就本身就非常的少啦。再過來呢，我知道會有嗰種行業嘅童話故事嘅感受。即係反向聽到，因為大家都知嘛，做鄉村風哈，最主要一個從動態元素就係線板。你知道大家做個線板幾貴啲嘛？係啊，跟平面嘅線板做到
牛前。这种风格做出来的 Vogue 哈，你到哪都是完美，你用的翕相就做。哎，真嘅，嘛该讲过有钱嘛该提防。很多每次我们会特别贴过去调丝啦，就是每本人吃都硬硬嘅、冷冷嘞。所以人家表妹是梳头哦，梳毛，所以你这样背很痒的时候就。不过观众朋友们想下，你去装潢的家下会遇到哪条困难呢？等下转来，老太向下来分享装潢的事情，要注意到嘅空Q了。歡迎來到後生底下話，大家對裝潢有研究冇啊？今日我會教大家3隻老裝潢有關係嘅詞彙哦。第一隻，裝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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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做好，帶起來冇煩惱。第二隻，師傅，師傅，師傅，裝潢師傅今日行忙來。第三隻，老房子，老屋嘅。老屋嘅，一間老屋嘅是要重新裝潢，後生底下話會記得咯。歡迎大家到咗嚟後生睇上個節目現場，上一段是問過大家講自家最好嘅那一種嘅室內裝潢嘅風格。不過最近啊，大家啲下東東就會已經是有房階級，菜場應該都係啦。希望吼請大家來，唔知要做乜計吼。咁大家已經買嘅屋，想去裝潢家下，唔知家去裝潢嘅時候要遇到哪條困難？人講嚇，原來冇遇到，我完全唔知有咧都空空翹翹而去注意到。白強老太太分享一下好冇？一個好原來凍橋呢，我講乜嘅北歐風啊，講乜嘅無印風啊，哦，觀眾朋友喊你會講全體 Q 是就連兩種風格，哦，鄉村那根本不在選項，哦，我真緊頭讀唔掉，我老大家講吼，就當然從來是東豪大賣嘅高檔奢華 motel 風，哎，乜解東西？冇法度想象吼，來搶看相片，冇辦法跳起。係咩？看了相片以後是感覺到哦，有台中七期的汽車旅館的感覺。好冷冰哦。我就安陽天哦，我介紹咗係簽了中風公司的細節哦，基本嘅是吼強中咩嘛個北歐風啦、無印風，還有鄉村風哦。我講全府唔愛。我係高檔奢華 motel 風，好，我最近拿七期嗰種高檔的汽車旅館相片本幾款哦，其實把出安用嘅。結果其中啲人覆下擺一種八爪魚，好，睇個，你跟他講吼，喺地北讀幾天，我就買樹啊，那個麼，我一定要原始石頭啊，嘿，就會感受到。你學聽嘅時會動畫。動好，我嗰個365頁哦，我開冷氣。我就係用緊嘅，但係落去嗬，感覺到哦，已經非常 luxury 啲哦。香港有個洗髮嘅感覺，香港就是他不用票嘅，因為就會嗌最唔中意嘅風格。我諗講，嘅石頭很有故事哦，因為我咩嘅時節，我就睇到哦，叫佢講快係冇？唔哦，佢啷講嗬，佢係烏俄戰爭嘅時期哦，最每一對幫佢潤出來嘅石頭。結果。哎，你下個礦區哦，全部本給種炸爛掉咯，佢係最每一批。唔過看唔出來啊。我地就好咧啊，我慫就好咧啊。你走在好東亞邊紅可以挖一個框框地嗎？上面再貼一個那個烏俄戰爭最後一批食材，變走燈呢，變博物館嘅感覺。做啲門票。嘿，230、200。哎，走的。走的。你就算把手一好朋友。好嘞好嘞，不用在這邊給我爭論，他每天冇嘢重點。物件係咪當好看？今天講一下。星宇航空係啦，只係講一種東西當好看，唔過大家可能唔好，冇搭上嘅風格冇強容，係講緊阿姊嘢可能帶到地位，唔是兩日陰陰甜甜，叫做電梯。咩啊？讓嘢老公去約會嘅感覺啊！他們不會去摸裏邊，唔係。簡單來講，哈，這個家要共同一塊錢，基本上真的是除了斜槓，斜到哪裡去都是。奶水咩自家來，裝潢咩自家來，有哪度空隙要注意。我說裝潢最痛苦嘅唔係裝潢嘅時間，係可以說變數嘅時間最痛苦，冇錯。一般嚟講，我朋友裝潢，因為家爸爸做裝潢，要動到嘅態度變20年，全部都變到嘅地度，然後全部爛鐵。然後老佢變成嘅有個都會團結安尼，這個韓國嘅上到動槍阿婆嘅偏手嘅態度，就是種復古嘅感覺，故事咪就。
婆婆美容路档我讲，有影像哦，免费，4千给复古的泰乳毛。你懂讲啊？懂原来都可以调假来，如果讲染嘅蓝体 ，TP 蓝体回去拼成马赛克风格嘅，古种来就唔是变收，就用你老来4千给老来变收体。其实假设你这个冇做那种改造老屋改造，你这个唔低哈，那个运送那种废物哈，其实动贵。我变铁丝动贵，变铁丝动贵。不青菜啊，用地铁。总对，而且你一定要停出来强硬来变，还讲100个那运费动贵。你还红青3吨半一台柴，假使迄水泥玻璃，行爱拆有冇？拆一台柴啊，变成2万。差不多，所以有的人系去改造去中风的时间，没有想到这一块会花好几万块。韩国人可能唔单单变一零停停，你可能2、3度才会变强，大家要考虑一下。人家夫胎地度有准批了条钱嘛，OK？你讲这个中风家下拄到那条事情。迄有中风的经验啦，不过其实拄到的事情无较记得按度啦，但是乃是都最重要的系因为呢上司啊，迄讲移动天的时间，而中风的话，其实会吃到冬天。用慢讲，因为原来线这嘛个菜着啦，然后线嘛个色啦，因为线你都一点价，然后你懂事还会点价，其实给一路给高长的时候心会动开，但是呢，迄讲你知道动有限的时间，好好来享受自家嘅买好嘅中风自家嘅买，其实所以动幸福嘅慢慢做起来干。因为你唔做嘅时间就。这个唔掂，冇去度到。我比如讲，像我后面有统计过，太假假使去中风，讲我卡度动世界哈，5个你这做了一定会后悔。比如讲第一站就讲做一跳多嘅数纳，做到难像一块真的不好看呢，要食材。可以，冷冰冰。唔系就讲，一部卡度做到像长裤咁样，你就变长裤，天嘅就长嘅隔强度，结果统计。隔强度强，隔太多了，变做人家变雅房，对，就变很多的小空间，把空气利用。T3就加起买强度，可能是欲望太多哈，那买来强度加起，结果冇奈何，变 T3，你 T4就人家4啊，冇去设计，满那个欧北沙欧北来，就是看起来好杂乱的感觉。人家不开灯光看起来，有怎么感觉好像是在鬼屋。跟天赋跟色梦咩差不多。注意，这面就有风格的偏差，这种3K 10不赢3K 2种，不过你自己又买给都加起，好像在7期的 motel 里面放了一张无印良品风的床，因为你就有买，还有一个村姑，这个就不是我们能控制，所以才要可能会注意，大家都有动机嘛。不过，小凤做对老下小改，你最有经验了，系因为去年咱们啊一刀嘛，系啊，从那你开始讲啊，这个来做监工，这个来发报价哈，那不用谈啊，都去跳拿通，会强，系佢会强，讲特别好嘛个，嘛特别好表演咧，竟然好表演也可以中风系冇，而家谈到后佢爱滚点冇，我唔是 sell， 因为我重新来看到嘅，我复卡我把迄种牙齿嘅，古说奶水师傅、水天师傅、木胸师傅，我全部有所师，我铁板来想讲，因为一成人人家讲过嘅。我拄到100吼，来每次甲迄木嘅安尼，太铁嘅人就会中风。唔过我迄那去擦到纯风砖，我对灌入要水天开始美，开始重新来，蓄力啊，在乱风。我那里擦到纯风砖呐，然后鼓手以后我就想讲，请那摆机飞去搞人美白，唔过我最太困难係乜嘢點冇？所有嘅師傅就要問講，唔撒下落安用嚟做。唔會按唔出來點冇？因為英文母語，你一下一講出來以後，佢就做誒，你就做唔得後悔嘅，因為錢就蝕落去嘅。像人哋啊經驗較少嘅，冇畫面感，鼓手我全部係我3條兩嘢，我研究去到現場，人家出場時候吉他嘅，我就數比下去。差不多按胎哦。他有没做的？你用讲你讲，差不多120公分，你就讲讲到时候做起来我做跳下吧，係冇？啊，人家我結果嘅，我想我按過，到時候點解？冇主條線，係冇主條線啊！要知道講有壓迫感啊，嗰種啊全部係研到現場去講，用假嘅成果做比例尺啊，係啊，後來擦到純風磚就要做暗管嘛，啊做暗管體質度多嘅問題就係就請水天師傅來做暗管，啊我做下係有掉嘅洗碗機，好，啊有掉洗碗機要做暗管，還有跟牙齒管要做暗管，夢新裝潢嘅東西牙管嘅。
做显显唔好看嘛。水天师傅就問講，人家你水嘅係對照片也優片，人家排水嘅係乜嘅方向，你水嘅係4分乾嘅，排水要6分乾，吼，啊個還有嘅人家電力係220嘅呀110嘅，還有那個預留乜嘅嘛，因為做還有同天係唔看唔到嘅，排油煙機，還有也還有嘅過濾器、飲水機，那條全部係隱藏式插座啊，嘿，還有一些暗燈的位置，還有你嘅電器話有220嘅，全部。就要啲做暗過就開始結天，有時候回頭來做洗碗機，我去，嘿，水天師傅問，就要去問電器行，提供人洗碗機嘛該排嘅，啊，你要做那個洗碗機隱藏式的，你就要去聯絡廚具誒，廚具誒，你就要順沙結天，也個抽油煙機啊、瓷爐鍋、洗碗槽，而且要頭全部就要結天後，嘿，殺好了就木工好像木工，人天花板我用乜該材質，人天花板幾度粒，全部就要對風轉就開始結天誒。哎呦，今天我不給偷休息下。所以台在有地吼，中風假使你要改錯，冇按改吼，牽一髮而動全身，因為一撒一鋪改體吼，你可能差了2公分，停停，不一家全部打掉。所以動嘅就躺下嘛，我家講咧要留白，冇家具用多，然後3個色系啊，我基本上就電視牆一隻色系，地板一個色系，講來壁。佢檢縫嘅門。嘿，就基本上就是一個空間3個精進厲害，精進動強，還是要給兆峰再一次掌聲。你做得快公司嚟啊！做得快公司啊！咁過嚟觀眾朋友們想一下，假使基本係半夜來狀況，半夜來改錯，而家我講你要考慮一下大概我嘅狀況嘅風格麼？你係改做乜嘅風格咧？等下再來繼續老太太傾下來打嘴鼓了。我第一個原因就是外面不想有生活感。佢永遠都冇卡住，因為我想本應感覺呢一片誘因大嘅感覺，有真正很多，已經有動動，所以東西全部秀到齊，秀到該去只有失去落中風嘅下給公司講幾句話聽聽，你不要給我溫馨，我就是要冰冷，才符合我這個冷血的人。好，因為我太有溫度了。好啦，假年多謝老太太收嘅。歡迎大家到咗嚟後生太上宮嘅節目現場。今日先見嗬，一開始就問到大家講，這個好嘅室內嘅裝潢嘅風格有哪一隻？有鄉村風啊、簡約風啊、北歐風啊、高檔奢華motel風啊，啊，還有呢個日式嘅無印良品風。唔過先問大家，而家有太多呢個風格嘅嘛？韓國假使而家很多進步當中，用版嘅方式，當做哋太多人嘅目標咧，阿志。冇太多，冇啦，因為其實。建築師買嘅時間咧，就已經有總部咧。唔過那時候，你懂係因為建築師買嘅時間，前屋主張待咧5年，故數嘅總部係動心嘅。韓國前屋主其實幾大嘅時間，就幾動手有帶啲幾片，故數總部動心。韓國你看到佢嘅總部就動中，因為度後面有磚牆啊，還有呢佢嘅天幕啊，全部都動貼片，就有貼片去線嘅動有設計感。跟其他用塑條嘅加起，就你去加去買，去營造我中意嘅風格。我一天同大家分享到亞扎社區嘅，亞扎社區非常嘅貼片，係因為亞扎社區係 LED 面路當中去潛到嘅，佢係藝術嘅社區嘅，韓國拍攝嘅藝術嘅，做薯片，有薯片係IKEA，係做薯片，做薯片嘅亞扎社區嘅，佢用 LED 面路當中看得到嘅時間，佢就講嘅其實佢唔係新嘅社區嘅，係幾扎師傅佢潛到咧，佢。貼片然後佢長好來，係韓國佢長好佢畫嘅係人手工手工去畫嘅，佢還然後佢重新畫過一擺。故說呢，我之後就動有嗰種施工嘅密實感，係就會有想象感。土啦，我會知道應該係前手工去做。頭擺用亞社區嘅概念，應該係乜嘅？公主啊，王啊 ，OK， 就為什麼對你想很多對，同大家分享那個門把係做得打開來嘅，係嗰啲做係不用東西嘅，地位度就不用點點嘅衫褲。請問一下，唐太阿自己講法，係咪想去撥錢係真爽嘅嘛？真爽，咁快樂嘅自己冇
同学会买的。你想要骗还真爽的嘛？还冇求认，我想要大吉啊，冇办法这种。是你机会，你仅仅讲的乡村风哎，不会有人喜欢的。乃至就会懂有那种复古的感受啊。有人去甲发个感觉，唔讲后尾干嘛甲公主啊、王子个跳到诶，拜托，你上用到。有认同哎，系嘛？哦，这个都这个世界同好啦，阿你讲这个啲用版以来改错变做这个好嘅风格。係我家講嘅北歐風嗬，嗰陣一定還有小嘅，唔係買北歐風，是李家風。哦，我還是很喜歡。這哪裡北歐？生活跟女生生活，我的天啊！宿舍嗎？嘿，然後我甲講吼，真嘅，唔看到我嘅檢風地位度吼，我真係會老大氣都變做我去甲中意嘅人嘅東西。哦，就像講，係冇看到我啊。因為被切到了。哦，OK。冇，我從來看一下嘅明信片牆吼，就是他家呢，去到某個用嘅國家，像是智利呀、圖瓦魯啊，他們都會給我一個明信片。真嘅機構來嘅，就會疊到個當狗，就像哦，這些人都陪着我睡覺嘅感覺。然後你說你刷，你看，我會收到關係。講來呢，我要去去我中意嘅人送本我嘅東西，我就會擺到牆下，譬如講買個 LEGO 嘅花啊，韓國嘅買用嘅啊，係嘅用嘅啊，還有個聖誕樹啊，然後我還會就是依照我的天氣，然後去點不同的蠟燭，這樣子，有冇用嘅咪西啦。我嚟寫嘅我嘅檢房嘅門吼，就像有我嘅海報啊，就代表講我一生，就算係兩下冇到戲劇，我係咪中意戲劇？這就是我本人。嗰種咪就是都動槍削殺強強，真係動槍削殺呢？好了，削殺風格。那徐導講吼，假設就買田江的幾座公司哦，拍艋舺可以找你。沒有，就是想要拍以前的學校宿舍感的風格，走的。而且還有亮亮的燈，你沒有看到？好，謝謝你噶。如果講真嘅，家裡送上喺這個好嘅一種嘅，可能一隻壁角呀，一隻角落，有一隻這個設計一種風格。都有畢業啊。當然去裝潢家下吼，佢想講喺這個硬體就講一條嘅開嘅啊，一條先攞去做好勢來，唔係講人愛喺度買。有人會想講，我先做一系列就好，我這個就用原裝嘅方式，用買咗一條假期攞去買轉來。你睇下，你這個會較偏向哪一種？那個阿弟子，我知道一般的，然後看主要迄個是講開嘅花，就用天作嘅，因為怎麼上空嘅，你 size 怎麼嘟吼，希望用買片上嘅，其實我搶時裝做對講，嘟吼我買到合嘅，迄個是講其他嘅軟裝啊、原裝啊，吃到就做對買到，你這個氣氛，加講嘅北歐風啦，買個鄉村風嘅啦，佢就落去裝飾起來，其實個感覺幾陣就會出來咧。你總是嗰種當個又發啊，又把凸啊嗰種。二次加工，太實用了，冇氣氛呢。我看氣氛單純的，佢就梳頭是按樣嘅，一片單單。乜該太讚咩？乜該東西啊？二次他說敘利亞戰亂東西，有摸堂故事呢？有啦。哦，係這樣。你就摸堂故事，你台北嘅土地當歸，古時候嘅空間嘅利用一定要當度好，一定要算到準。迄個唔係嘅片嘅，吼，有時是嘅我背片嘅，是而家嘅尺寸就按你一件。古時候有可能兩片，你喺空間就拄好少個2公分，大爽，少個1公分。古時候會前邊加個精神大爽，古時候這個天做客，沒做的。嘅阿 cell phone 先用版而來做。嘿，我就喺度克服咗呢個問題。乜該問題？沒有，你剛剛講嘅系統櫃嘛，你懂得做系統櫃有6種原因，第一就是收納嘛，還有就會嗌空間啊，好完善利用嘛。我嗌到佢冇講嘅問題係，我喺牆頭都咪全部擦槍嘛。古時候我做電視牆，剛剛我就老師傅去2個位，我喺電視牆喺286公分，我就對286公分開始來安裝我嘅家具。係嘅尺寸，古時候我雖然是買現成家具，不過我家具擺落去以後，嘟好，完全嘟好，就嘟好，然後留邊1公分就按你叮，好，不用落去嘟好啊。那1公分是拿來，可能以後換給掃地機器人啊。這樣人說，冇啦，其實我尺寸下太窄嘅啊，做唔得算到按度。係，古時候還有我就有一啲暗算就會講，新城屋有新城屋的裝潢方法，老公寓有老公寓的裝潢方法。我不想要在老公寓我發給到系統櫃嘅錢。古時候我嘅這種風扇我係用上錢嘅風扇來做。啊，嗰還有就係我嘅前陽台。
前阳台，因为一般老公寓前阳台哈，还落地式哎，我想要改造成有玄关的感觉。如果现成家具唯一的缺点就会讲它没有办法到天花板，它没办法做底，会有空间。故送我的鞋柜嘿本木工定做诶，嘿，我想既然要做，就要做一体性的。给它鞋柜就包含做到天花板嘛，所以包含做天花板，还要就加躺下的冷气，冷气要有回风处，就有冷气盒，冷气盒还包括窗帘盒，也还一体的。那故说一开始把土家就会堆怪门都鞋柜，都天花板、冷气沟、窗帘盒一体全部都要画好。哇！大家有安尼做冇？冇，大家床都跳哪位见？就会衰，就会衰梦哈。你白天唔家己有讲到内通开嘛？你自家内通开，你要当好做内通开嘅嘢么？其實我下看到件木具吼，全部用嚟做內通開咯，個木工特別吼客製化設計，因為我平數吼真緊又垃圾，我這是小宅呢，冇像叫那個3是平，多平，哎呀，那實際上的那個權狀是13點多甜甜的，哇，Q 太嘅共殺，應該不可能也係散皮台。係啊，所以你看見又都需這做在用埋嘅成品，又都做在內通櫃，又都有木工，木工全部是做在用客製化，因為人空間會做到黑的，完全1公分都做，冇人家做到以後啦。係啊，佢留台帶下都不用動。大家有去過 motel 嗎？motel 嘅嗰種收藏空間係冇法度俾你看到嘅，假使你看到埋嘅衫褲，是冇用motel 感覺嚟啊。所以家重聽 motel。我要隱藏式收納，還有收到嘟好，係啊，所以就聽我用內通開下好。我第一個原因就是外面不想有生活感，佢永遠都冇卡住，你冇想不應感覺呢一片有啲大嘅感覺。有真的很多，已經有動東西，所以東西全部秀到齊，秀到該需只有是去讓中風的小給公司講幾句話聽聽，你不要給我溫馨，我就是要冰冷，才符合我這個冷血的人。好，因為我太有溫度了。好啦，假年做嘅老太太說嘅家事嗌要上錢，嗌他經濟嘅方式做得做到冇？迄種預算冇按到，冇錢做奶水，因為它有啲東新嘅東西，很多樂土，沒，還要錢，很多樂土，佢有啲新嘅風水，係同快樂嘅奶冇錯，樂土，快樂嘅樂，比奶水還較便宜，當到韓國你冇做過奶水嘅人，沒做得自家，迄個大夫卡先會上錢，就自家買，真變到快樂，係迄個空 Q 沒冇上過，因為佢嘅都有風險，係當到藝術家就老去做嘅萬里長城就樂土安尼做，佢說迄個先會上錢，做得自家吃困難，迄個請師傅來，咩比奶水來做奶水還較便宜當到。係啊，都會吃困難。其實那種樂土哈，其實要大家唔係講嘢呢，講嘢要代替哈，就來自那種水庫底下嘅那種南國嘛。錯。那種南國嘛。寬薄誒。哎，動翻薄因為金魔法圖拿來當做建材的泥，但是它非常的防水又透氣，非常透氣。所以說，一般一下中風，因可能有自家本單嘅中風檔可夠買餐。誒，冇聽說用村的係種養魚嘅。養魚嘅部分應該是唔記得。流水做得用樂土來補。哎，就如果風轉就直接用樂土，它比較透氣，咁我看下唔係要濕氣啊，咁講。所以唔過咧，中風嘅時節又傷時候，自家做到當場，這結果發生乜嘅事情啊？我個一年過後，我當初腦袋是被什麼打到？我係從尾打係冇，因為啱我先做後悔咧，用架沙，等下再來繼續老太太傾下來分享了。夾剪縫壁嘅色吼就係深灰色，係，其中有人分享有一擺一天嘅時間吼有門咧，佢就全部門咧，唔係門，有門咧啦，有門咧，佢就全唔到門。天嘅時間冇門，係，就全唔到門咧，你知冇？係，嗰時候咧我就想講，哦，佢喺個藝出架線縫色，放喺當一圖看得到，門咧啲兩邊我打去當面。青島亂啦，假設越亂。不要理他，不要理他，馬上會亂打都不要轟啦，因為都奇怪呢。不要浪費描述了。歡迎大家到嚟
上台上工的节目现场，基本上你也希望相信大家不准係愛你聽聽吼，那個觀眾朋友們學到聽到尤其，等到阿小鳳一講話嘅時候，唔知佢做個幾多百嘅奶水啊，裝潢師傅，佢高出來咧，佢自家是做在出事啊，冇想到根本嘢唔單止顧家呢，伊是奶水師傅，幾片咩要做裝潢嘅師傅啦，唔過真嘅問題大家講，係做咗1000單嘅裝潢過後，你聽唔有自家很滿意咧？還有啊，這樣子用喺速度大，唔知想到嘛解，因為做到按多嘅東西咯。嘅你間來分享啊，嚇滿意，嚇唔滿意來分享好冇？我分享最滿意嘅就係我先嘅壁嘅色，係因為我所嘅壁啊，喺當年吼入到檢房，聽說會看到嘅事情啊，錯冇，就會記聽你自家嘅心情。還有氣氛，還有氣氛啊，也對。我說我吃到那個最滿意就係壁嘅色，因為嗰時我現在就會鵝黃色，就是很明亮、很開心嘅色嘛。笑呢？係，我做乜嘅我會想到一樣應用嘅事情咧，係因為有一班我嘅朋友吼，佢就同好嘅。就是比較那種很藝術家的顏色，比方說灰色啊、黑色啊，有啲東西。哎呦，古時候夾檢縫壁嘅色吼，就會深灰色。哦，嘿，我其實老愛分享有一擺我填嘅時間吼，有門咧，佢就全部門咧，唔係門，有門咧啦，有門咧，佢就全部我填嘅時間冇門，就全唔到門咧，你知冇？嘿，古時候咧我就想講，哦，嘅迄個我去甲先縫色，放喺當一圖看得到，門咧啲兩邊我搭去當面。青豆亂啦，假設越亂，不要理他，不要理他，馬上會亂打都不要慌啦，都奇怪呢。不要浪費描述了。不過呢，就知道哦，我先嘅壁嘅色呢，就係我最滿意嘅事情咯。帶動門呢，真係帶動門呢。就係講，其實壁嘅色幕吼，真正會影響到規則空間，帶俾人一種氣氛。係講你落去後心情就唔好，跟用嘅可能夠待2-3年，甚至1年就待唔下去。嘅白劍來講下，你最滿意到最唔滿意嘅所在。講到最滿意吼，當然就係烏俄戰爭留下來嘅石頭。我三面壁哦，都用石頭冇強用嘅。那真的當強，你規則建房是係博物館嘅。真緊哦，因為我凍降年底嘛，大白吼，夢想開浪也時間，還是讓定愛壁。哦，沒做的。凍樹手哦。天來的。還有感受到個歷史嘅悠久啲嘛，好是從幾浪嘅講故事呢。不難以行出來。係啊。我看你可能係本身上看嘅。不過講到最冇滿意哦，就係先唔錯裝潢公司，因為你看哦，細片哦，就我個木安台哦，我花了8個萬。太多了吧？先推票哦，咩什麼辛巴威哦，真緊，因為哦，我簡單簽約嘅時間哦，差唔多80萬天天，咁我呢個圖片哦，畫到當好看哦，結果咧，佢後來講哦，你有冇包括當嘅？簡單嘅報價地位度哦，假使因為價還有價幾多錢，價幾多錢，哇，包括天天，嘿，包括，他就說讓你感受一下，你就騙唔嘅啊？嘿，那設計師就要簽約錄，設計唔嘅啊，哦，那真啲，韓國咧吼拖延戰術啦，啲吼讓我簽約嘅時間哦，係差唔多8月5號嘅高峰哦，我咧下錄影的時間，各位觀眾，現在幾月幾號？已經10月底了，你看3張嘅公開咧。還蠻大陸機咧，哎呀，我想住motel有這麼難嗎？但是我狗機哦，機落來裝嘛嘅那個監視錄音團，我摸着上過來用啊用。我想聽到吧？不然你想聽多啦，真嘅度多啦。我建議你還是去消基會和消保會來溝通一下。那出家吼，到節目等我講出來嘅名。哎呦！如果講真嘅，即講大家可能要動到然後就裝潢過後，最強也講最後邊5天裝潢。第一隻就講天棚當紅，有含不用嘅夾層，有啲人會做間接照明。當然講，跟住永生大法用嘅，就你都時間，會唔會過咩嘢還能嚴重？聽一隻就有啲人用卡圖，我做下一天可以8台，要做中島，都時間，即個鋼樹鋼腳，就係你即個。要減肥誒！係結果即個冇下做下，應該不用在中島去做嘛嘅。第3隻就係講有一年嘅電視牆，而且我一定要做得很奢華，結果一滾眼透天，看200天。冇用到，再來之後地板增高的收納，有人會做了地板增高，結果結果好麻煩。這個你沒有考慮到，這個唔係做頭像啊，也講上先是，結果大擺在哪裡？大擺在顯到最尾
基本完全冇用东西。过一年，我去年放什么东西？结果自家都唔记得。最面还有踢脚板，我硬相信啲他适用去做踢脚板呢种东西。不过家呢做啲本台再来建议嘛，做加上中风嘅时间。迄个醫生無按到最重要嘅係乜嘢？就係愛檢查人嘅天線有問題冇？迄個人嘅天線脫落咧，聽錯愛重新來填，聽錯愛問題。一邊乜嘅中風仲都講嘅限卡重要，一係最重要，係安全。喺個亞夫卡扣呢，真係超過20年、30年嗰種老屋，去買來都老屋改錯。係錯，嘅天錯愛嚟過，係行過再過來，喺個行卡有一系列錢，再過來就係偏數，因為偏數嘅當中水電，嗰時候當有可能當上股，當家就會上股，嗰時候呢。天嘅就係偏數，天上嘅就係強用嘅土地就係做下，就係因為這種人嘅有幾多錢來做幾多嘅事情，不過最重要就係天線錯。然後大家一開始哦，真嘅冇班上聽過，真嘅。我一個禮拜，我一個禮拜下晝下4日，結果到最尾4點鐘天，一個禮拜4點鐘天，做到咁多東西，可能這個係現象嗬。我下實際考慮到，我都係帶到呢個幅度，我那片下重要，我下生活空間下叫嘅係那隻空間。冇像我我幾日就帶到健康，結果嘅堂下做到清講。清查法，騙人來是，當然看人嘛做得，唔過自家你自己的錢，而且係接好些來嘛，唔過阿姨是啊。不過我家知道啊，亞中鋒師傅韓國設計師非常嘅重要，同到啲設計師可能攞用設計嘅，就像人家講嘅 motel 風格，可能真係輕易起家，就會知道講冇按使用，跟個東西要擺爛咯，一通線這個動線啊就唔好順咧。motel 你是擺動線。唔知我有高成分咯，唔仲愛食東西，仲愛送偏數，輕言咧嗬，係嘛？咩戲啦？我就喺嗰下就想講哦，其實青島嘅設計師傅用到嘅中鋒家下，動到嘅設計我家家下，唔再認真思考，所以你一通先設計下去，對你嚟講係方便嘅冇，喺冇嘅發展件係打上，像家講到落屋翻新，像我之前沒有考慮講我買落屋翻新，唔過我冇想小鋒按怎樣，佢動樣本影片，你中鋒都講哦，很講我因為啲夾關些，佢哋都會漏水冇，夾病癌有癌蟲冇，咁就看唔識啦，標誌跌起來，那個全部咩按講係冇，結果後邊我就知道講，其實唔講係新屋又係舊屋，連有啱屋當重要。而且專業嘅人來驗屋，你係當重要。唔過一般人可能自己唔曉，沒冇了解專業知識。故說有上時做得試一試的錢，請專業人攞你聽數，佢就懂好嘛。最尾嗬，那個台視係全罵了，仲上分呀！老細都來紹介一下，來建議一下，你下假使要做中風研究，係注意哪啲空橋。做啲建議一種唔是加成本的注意的地方，假使你規間屋全部擦槍，一第一件事情就要很耐水師傅。抓整間房子的水平線，好，因為水平線有2條，一隻喺天花板，一隻喺地板。按呢後邊水天公木箱，加到讓做家下，天花板高度可以整間一致。尤其是老公寓前陽台躺下個做下健康嘅體內，又高又大，好，你要抓水平出來，你後面不管打泰魯。要還做石塑地板才可以抓到一致，嗰還有你做得水平抓出來了，做得要求水天師傅，規間屋嘅天賦開關，落地插座，也係那個平面插座，高度模組寬高去全部共用，躺下健康也就那個一致，因為一個要求唔是假成本嘅，係嗰還有健康中鋒，第一就要注意嘅就係讓人嘅面床嘅位數先做出來，因為面床嘅天數做出來以後，你知道都係實嘅講。通常面床嘅微縮蛋糕都沒有天賦，冇辦法衰冇，嗰還有就是做雙開關，面床抓出來面床開嘅，還要有插座跟開關，嗰還有唔是錢咧就係時間成本，也先奶水師傅做睇以後揾木匠師傅，要請冷氣師傅來包，嘅順序來去較好些，因為當然中鋒冇做時間成本，也係台灣嘅師傅。嘅工錢冇咁便宜，你喺講細工營業差唔多2500、3000，喺師傅嘅啥5000到8000，現在營業時工最少要搶2-3年。你喺講頭一個禮拜，營業算8000，一個禮拜就幾多錢去？就3萬交嘅呢。係啊，故說時間成本，係啊，家人講喺講講偏言中鋒嘅問題有冇？你看100-300都係
木头包空心的，也系砖墙的，你就它有提供有问题的嘛。哎，啊，个还有就包壁纸的，也它现代装潢所有的设计师，大部分外包壁纸的地方全部是包在木工的装潢上面，比如翻了个木工电视墙，因为有的会给我考虑讲包墙壁的发，那个墙壁是受风墙，以后会发霉。会脱落。欢迎大家今天收看的是后生改造到你家。昨天我去专访的，我都想听呢。请听动专业嘛。哎呀，我们就按坦白坐那个专家位置好不好？坦白一般他们讲的。今天让小峰哥分享的动作哈，坦白在国强一来专门专访一集，就只有一个来宾，一个专家，让大家少改呀。我们讲正经正红，大家一开始都讲到哈，卖屋蛋墙系天一铺天的天一铺，用百姓改创，用百姓装潢，将系提出了，因为头版人讲哈，血汗钱万元，你血汗钱3万大饼来，唔好本机一下子唐太，最重要系乜嘅？下禮拜強嘅時間繼續來收看捱到嘅後生太上宮，要花太假歌，等來聊聊，拜拜。聊。裝潢係一門藝術哦，要真多每模乜嘢要去處理。唔過一般人太體都唔定按完全來處理，因此長條係做好了後，將來後悔。天卓啊，請大家多多比較，多多尋資料，多見門有經驗嘅人，將使得好好來打造大家新關注嘅夢想空間了。